这边有人是咧搬咖喱红啊，渐渐一直消失这个传统的技艺，要家保留，这是上大的第一点。以咖喱红啊做主角，拍4支无同热量的低压片。我来送你。这树林汤哦，连我的手甲你对我总算讲是溜掉啦，拜托的哦。来这蒜头汤进来算吼，笨手慢胡白乱蛋啊，爱记哦，来看咖喱红啦哦，嘿嘿。多少人？10分难吗？一开始看的时阵，感觉足复杂，要不过咱学会了后，哎，不会触鼻呢，触鼻呢，这样也困难。哎，那个有啥？哇，真是。刚刚最严重哦，4个人哦。咱就互因徛，互因徛。慢，你干嘛？我去被打败。来。对。所以 boss 要甲咱讲话啊，是吧？大家以为这摆的任务敢就安尼结束啊？那安尼嘛未免伤看轻阮广告 start 公司啊！这摆为着要推广咖喱红仔剧团，我有第2个大任务，就是爱为剧团准备10分钟的新剧本。这4身咖喱红仔拢爱伫这出戏担任配角，也是主角。除了爱登录台词，同时佫爱帮剧团的咖喱红仔换服装、设计新布景。不过恁唔免惊，为着这个重大任务，我已经有找家己大学的学生来斗3工。不过有淡薄难度，就是这摆的演出是有卖票的哦。因为卖票的钱会捐予笑眯眯咖喱红仔剧团，互因会当买新的设备。大家食饭食饱，就先甲恁的红仔摕转去，好好练习主题剧本。才交予各位哦。所以要做10分钟的戏，10分钟就久的呢。我食袂落啊。咱做4支，今仔用几工？系啊。10分钟就是爱做10支的。10分钟的剧情，10分钟，目镜我家己设计，佮有迄衫，敢有听唔到？我家己当作是一个问题，唔是任务。要不过咱听讲，拄则 boss 讲是有同学来甲咱斗3工。同学恁就是同学。家己大拍的同学。哦。啊，你嘛是会晓耍咖喱红啊？我会。会晓。啊，学偌久啊？你敢知影？早暗，阮毋是伫咧。就是你甲伊大学的学生，就是迄度的啊。恁看起来足无成就，你耍啥？恁4个拢有咧耍这个咖喱红啊？我是家己咧佚佗尔，学校内底。哦，读啥物学校？都一间学校。家己大学。你教练就好啊啦，吼。系啊，剧本啊、衫啊、背景啊，拢互恁，你放心，恁是专业。对，你放心，爱做，因为你做甲到，买票嘛，阮3个去买。要4张啊，4张。唔知阿鹏教啊袂？咱顶甲伊约的时阵，我看伊迄表情，敢若是无啥爱来哦。哎，伊的表情无啥物自然。去互人惊到的款哦。哎，敢若到位啊吼。哎，是这边无？头前啊。嘿啊，蒜头藤刚是厂。这边。咱顶甲是约伫这火车头这边。啊，也毋过即马遮远看，敢若看无人咧。真正无吗？真正无啊。无人。来，咱落车来甲找。伊应该是做准时的才对啊。票一个咧啊！啊，人真正无来哦。我
我真正是惊一跳。我惊起来，我以为伫咧看遐，我就说不是啦，我甲你讲啦，你比遐是咧比你小醉哦意思的啦。我唔是我要。你调皮哦。恁这任务吼，我真正是你哪一届比一届我困难。你看过啊？嘿，我唔是要做伙看，你哪会伫？ 1分到10分差不多有偌困难？我1分到10分哦嘿，8分。 8分，对，是发生什么代志？ 8应分。该已经足困难了。应该是几分？顶届4分，应该敢若4分加8 1倍分，所以我感觉是安尼啦。既然大家拢已经到啊，有无？啊，做伙转去是不是？今仔日有看到恁，我就欢喜啊。啊无咱小招来，好啦，我先来等下啦。喂，你哪来啊？恁这真正是有，这实在太困难。你弟弟讲困难，但是阮讲唔知是要创啥。你家拍几看？这一本该搞搞呢。你很贵，你就知影。见。台湾社会师阿明的蒜头之行啦，剧本啊！就本就济，搁爱讨论就济。就本你看这偌济人，偌济人要演。你要走就对啊。加油，那拉加油，那拉。家己足远的呢，家己足远的呢。我是你食一个鸡肉饭我。也毋过看这剧情，敢若是一个穿越剧。好啦，做伙搭搭啦，来，手机啊，像手机啊力量啦。手机啊力量。写啥？任务，请马上前往拜访咖喱翁仔大师黄老师，要讨论演出角色甲练习。一届较困，真正的。啊，要找伊来练习就对啊。好，咱上车，哇，啊车顶想想的，啊若真正无就，咱就去坐高铁。好，对啦，那就差不多。去找黄老师啊。行，有是有啊。行。真中意哦！好，即摆来去找老师。老师，老师，有火车的。哇，今仔日拄啊拄着。啊，不过看到吼。广告咱即摆无啥爱讲话吼，惊着对无？系啊，想过头忝啦。你有啥物想法无？我即摆的想法甲恁即摆所想一模一样。嘿，是毋是要开灯去台北？无啦，对啦这你真水啊去高铁啊，高铁。啊，车等，车等车等的较近吼，较赶。伊这路拢叫蒜头路呢。蒜头路啊，这条蒜行路啊，这条蒜东路。唔是啦，哎呀，今对啊，天蒜头路，对，安尼啊倒啊倒啊条，153号。 100，咱是150。对，哦，叫我咖喱羊啊！哇，哇，足济呢，好吹，伤汗吧，落车。伤汗哦。老师你好，自我介绍一自下。我介绍来，自我介绍你有过去啊？你好，来哦，你是要跳舞啊？来，老师，介绍免排队来。你先看一下。我问一有一个动作。嘿，老师你好，阮是阮达达，阮使命必达，达达。哎，老师，你来笑啦。啊，因为我唔知影。唔知咱咧比什么啊？老师意思是讲，恁这少年的是咧比什么出头？你爱讲我详细。哎，我叫伊啊来，来，一个安尼。好，有够。老师，你这红啊有100几升？升啊？我无甲算，我无咧找店面玩店面。哦，来报数。耶！伊咧印象。老师，我爱甲你借问一下吼，请教一下。哦。你较早是做啥物的？啊，无哪会晓做这咖喱吧，啊，细汉的时阵，我就做爱去
回收厂啊，捡一寡什么电子零件啊，啊，等来变东变西。安尼你应该爱做水电才对。水电嘛会晓啦，水电嘛会晓。哇，对手做的物件吼，我拢有。就有兴趣。啊，跟美术画图。哦，美术画图，啊，什么时阵就开始做这咖喱样啊？有几档诶？差不多是20档前。哇，这久啊！其实做红啊进前，我嘛有做过婚纱摄影。婚纱摄影，所以老师你是两家书，啊，搁来婚纱内底做美工嘛。哦，美工哦。搁来了，因为阮太太过身了，所以婚纱摄影就无迄方面就无做。无继续做。因为我较早就是爱 DIY 动手动，就是动手这方面手作。啊，所以做的方向大部分就是学校的表演的物件。啊，所以有熟悉国小的老师嘛。伊嘛想要来做这试看卖的啦。啊，所以讲第一遍开始动手做咖喱红啊，就是差不多20档前去做。我有发现一个就特别的物件，迄身，迄个头，就大诶，迄嘛是咖喱红啊吗？爱因想看。迄算贝多芬啊。贝多芬，你讲的好，我讲贝多芬，你讲爱因斯坦。对啦。伊迄就是差不多讨6米悬。6米。伊还有一个迄个铁架吼，甲架起来。啊，一个人敢若会当操作，比如一支手，一条线安尼。对。老师，阮顶届阮系有学啊，甲迄时大人甲阮教讲要安怎弄这咖喱红啊。老师会甲阮小看一下，阮安尼弄。我会惊啊！真假嘞？咱才学一工，你讲讲嘛？我的意思是讲，因为阮内面有其他的人物啊，是啊，老师先教阮小看一下。有事啊？有课啊！咱已经有剧本啊，有剧本啊。这要请老师来甲咱小看一下，要安怎去做？请老师来甲咱看。来，先讲。最复杂的。嘉义大学的学生。伊写的剧本，伊写的剧本，10分钟的剧本。这剧本吼，其实内底嘛是有足侪较困难、较爱演着，因为配合道具吼，有诶，这可能嘛是爱练一段时间才有法度。譬如讲，什么老师你看内底什么较困难？你讲咖喱红啊，有诶互相咧，算爱有。你讲像冰岛啦，冰岛。哦，安尼老师你会当教阮只有一工的时间。阮敢若有一工，我敢若会晓行路尔呢。行路是足困难的。困难的吗？行路较讲省尔。安尼行路要摕。今一个较简单的哦。安尼一身。这个半身，这身敢若真重。手背袂开。这敢若读书哦，你看伊有摕迄。剑哦，啊个掠迄。嘿，佫会亮亮的。读书嘛吼。行路。啊！哦，够厉害。甲咱行的无共款。嘿，老师我甲你讲，我袂晓。咱行啊，敢若。我行路拢是安尼小碎步安尼安尼。吼，伊算阮内底足够行路的哈。就有天分的。就有天分的，伊若袂晓行，阮拢袂晓行。哇！哦，你袂晓，你真正袂晓。你个头，我来讲，老师，伊是有啉酒啦。唔是，伊小看安尼，宿醉安尼。白身红啊，其实伊的迄个线拢无共哦，白线有一摊无共，所以你若用安尼行路起来会像大象安尼。哦，像酒醉安尼啦，行袂知。啊，所以你正先，就行路手的动作，你莫家颠动着，你就会当用单手走路。哦，嘿，咱顶届敢若是。阮顶届就安尼，一手走。你若心情好，就是安尼吼，安尼看起来就较 Q，行路敢若是飞安尼啦。啊，你若心情歹，就水头上去啊，就像安尼。哎呦，哦，叮当的骹步。啊，伊若是要去算命，迄个亮要安怎亮？那安尼。哦，原来是扭这条就会使哩。这扭这，所以手的动作较。哦，这个做法。因为顶届来的时阵有人过，啊，这摆拄到老师的时阵，看到因迄厝内底遮尔济身迄咖喱红啊，我就感觉敢若甲因迄距离有淡薄仔变较近啊。这边听老师甲咱
教了后，看伊迄镜头啊伫遐叮当啊，手伫遐咧喊，我就感觉有较熟一寡。所以即边咧人的时阵，我就较会知影讲，若是遮个翁仔伊要坐头啊，还是压手即种动作，要安怎去甲扭，我就感觉有较好耍一寡。老师啊，那呢？内底我有扇脆配，嘿，扇脆配，哎嘛，就难。扇脆配要安怎扇脆配，老师，哎，生活聚会。叫有就这些咯，就高追的。你讲扇脆配我看。哎，护士休假呢？护士休你假。眼睛遐有武器的好不好？老师护士休假。护士小姐，这个故事就是护士小姐拄到一个老弟哥。来啊，扇脆配。我觉得先懵懵的。这跟他，哎呦，有你听一个。啊，扇脆配你就安尼。忽略他，忽略他啦。忽略。哎，真正会听扇哦，到，有扇到，有风哦。有扇到，搁扇一个。来，加什么来？你加咧红啊！加什么来？你加咧红啊！最搞紧呢，哦。啊，扇脆配是要安怎？我是要安怎无？迄个人按出来。系啊。扇脆配还好，你就安尼过就好安尼啊。哦，安尼右过就好啊。哦，试看卖。来，一排就是你看好，你看好。哎，姐，好啦我安怎讲嘛算特别来宾。哦，拍谁？你先过，来哦。哇，你有够水的，水什么水？电话给我你知道什么腿？知道什么腿？就要扇脆配。你扇脆配比行路较好咧。我扇脆配专门的，专门的。专门的也要扇脆配。个苦咧扇的。有啊。好，啊，还有什么动作？基本标准就是上少7条线嘛。啊，上少。啊，所以你若要做其他的动作，可能就是爱搁设计，加线，还是讲别线的位置无共。啊，比如讲这个当捡垃圾。哦，捡垃圾，扣分数，扣分数诶。这扣分数。啊，这夹仔会当夹票。嘿，会当个。哦，伊这比咧夹娃娃机较有挑战性。哦。我有分数已经做好啊。好，来哦，扣分数。哦，来，应该扣起来。就无水准的。无水哇！啊是安怎会扣起来啊？这是安怎夹的哈？安怎夹啊？嘿啊，哦，夹有一个夹伫算讲，伊的手就会使安尼合。哦。这条搁啊，放喺笨蛋放落来对吧？哈，放家爱用这条。哦，来，你试看卖。阮上高的学生。给你试看卖。啊，我爱搁帮你摇。啊哈！我甲你斗牙齿先。好啦，你要扣分数。我要扣分数。拜托，来，我来讲啦，因为哦，你起码是咧学嘛，但你若真正扣会起来无？道理啊。对哩。来，要啊，看彭哥哥讲的。只剩下。哇！来，胜利来，你扣。这真的来观众朋友。来，几千啊，几千。你要几千票？好。我，那安尼啊？有钱煞扣袂起来。有钱搁扣袂起来。哎，都几条啦？几条。你看有无？我就要扣一，林静丹安尼看。较贵，来后壁啦！过一个，来，手啦。来。哎呦，差一点嘛。袂使用高的，用扣的啦。哦。你可以啊！上关键的时间到啊！哎呦！你拄仔讲啥？阮拄是讲伊排来，你的时阵扣起来就可以。拄仔恁是毋是伊排俩？你是3个人做。我是一个同事我是一个 team 诶。你这是算一个骗局，你知无？我甲你讲，这有够困难。我规身躯都是骨。我扣1,000块了，好你。你等下搁请阮饮料就好啊。好，无问题。谢庞哥，谢谢庞哥。谢谢。我这有够哎，讲有100块来，100块，100块免啦。好喂，咱做哪人嘛是嘛要请。老师，安尼因安尼表现安尼，会使袂？安尼1000块有扣起，安尼就好。但是我佮你介绍。哎，都系当做哪？哎呦，好，
是不是18啦？18度啊！这个我就送18头啊吗？我一当地大还是细还是几点安尼？来啊，钱啊，钱啊，来1000块好摕出来地啊啦！哎，来1000块摕出来，来，你给我一个机会批等啊！你1000块来地。要安那个夹出来？直接用摕啊！哦，我嘛唔知呢。唔好拔歹叫哦。无刷老千的啦。无错啦，先的哦，真正照开的哦。来哦，来大是细细。好好来，听你的， ，all in 哦，all in 好硬哦，哦，大张哦，我来大，我大。默默讲，细好，细，开，来啊，可以啊。细，大啦！这多了大。我是讲一我是讲一两年三届，三届，阮这间店敢无共款，是啥物店？几点数以上就是你大这，黑店啊啦。几个点数以下就是顺。大我跟你讲啊，拔歹叫，大拍叫，不要紧。大姐，老师我跟你也讲就生了。我讲就好啦吼，老师，多谢你，我批转来，哎，谢谢。哎，今仔关店啊，我等你来啊，无啊。安尼咱即马就开始来讲咱这剧本内底的角色，啊，也搁有咱的道道具啦，道具。我有看到这，阮是毋是有一个剃头店。店？剃头店，咱剃头店需要伊啊，伊啊，剃头店，遐就是啊。嘿啊，这刚袂使，哦，会使哦。这是古早式的小米，小米，啊，就恁兜。我就是小米啊，你就是小米的妈妈。老师，安尼我来甲你做问题哦。阮即摆要跟这红啊有无？这敢有啥物禁忌啊？禁忌爱听。有啥物？无啦，莫想遐济啦，啊，你著当做艺术安尼耍，安尼就好。尽量演一寡笑，趣味的笑话，啊，莫演一寡迄个暴力的啦、凶杀的，安尼无啥物代志啊。我凶残安怎？贵哦。会安怎？无啦，都莫尽量莫演安尼啦。你是毋是毋敢讲？你感觉拄过有遮济啥人啊？你感觉拄过怪怪代志？家己怪，我有早就搬厝啊买啦。有道理哦。怪嘛，毋是即马伫怪，已经怪20档啊。喂，嘛习惯啦。哦，习惯啦。安尼无就好啦。迄两身刚适合做迄算命先啊。算命用即个。算命先。这勉强做伊的身躯的。洗身躯的，洗身躯的。即摆去黄老师因兜，我有惊到，因为伊的工作室内底有足侪咖喱人啊。啊，甲伊开讲的过程当中，就会了解到讲有足侪都是刻的啊，啊伊做的是啥物款的心情，才会当研究这个咖喱人啊，研究啊遮尔深。我本来是对咖喱人啊有小可淡薄仔感觉惊，也毋过去黄老师遐伊了解了后，较迄红啊较熟，会感觉讲伊其实足古锥的，人是有感情的。哦，安尼差不多啊嘛。嘿，差不多啊。七倍。拢摕了，拢坐啊。道具嘛。有遐济角色，我嘛都毋知。讲好好啊。好好。即马就听到这音乐。是，你会讲卖好哈，就是你袂晓开啊迄卡。看这里，贞子刚才也背出来哦。什么？有人会背出来吗？那片走出来。来看一下，什么款的代志？我哪会过去啊？哎呦，你念互阮听就好啊。好，伊会念互恁听。哦，我即马听这。哎，我就拢袂记啊，听好好。各位稳达达的大财，相信您经过黄老师的指导，一定受益满满，而且感觉责任重大，所以刷落来您就要去完成这个剧本。我知影这较困难，所以家己大学的学生已经完成一半的剧本啦。过来就换您发挥啊！阁有布景的重新设计，嘛爱靠您哦。这当时大家会使先去找家己大学的学生，做伙研究一下。为什么？所以咱要去找学生啊，家己大学的学生，因为因已经甲咱剧本差不多完成一半，啊，咱爱甲伊写了。所以安尼，阮即个角色爱先放在倒位。爱用想啊，想啊对。
哦，这真当真当也真当。袂少哦。阮应该是阮啊白，啊阮啊你想讲要安怎？够剧情够遐。剧本。啊，毋是有四个大学生，哎，我是总啊，即摆大学生我安尼改来时间的关系。8点，下早8点的课，大家拢无要去上。啊，即摆已经中昼，差不多下晡1点半。啊，较早吼，咱读大学的时阵，毋是老师摕迄个簿仔出来，啊，别点名，点名人叫出来啊。刚才啊，伊的名，你看啊，然后点名人就出现啦。出来啊！人就出来了。免点啊，拢到，拢到。哎，对啊，前摆。即摆已经几点啊？跳好。是的，拍摄。哎呀，你今仔日是来帮助阮的。这是恁的剧本，恁会当先看卖。这样高哦。对。哦，你已经写了偌济啊？是要互阮看。大部分。啊，你那无一届有写有了，袂使。安尼无伊无你嘛爱写一看。啊是，我予你1000，你会使甲我写了。伊讲恁爱写一挂啦，嘿，写诗写字。唔是啦，真正爱讲讨论。我来看卖一个啦，吼。这个故事差不多就是咧讲一个大学生，啊，从来甲古早时代蒜头糖想的故事。哦。啊，伫这个故事内底咧，如果是包对奇怪的人，甲奇怪的代志。既然安尼，麻烦啦。恁爱先录音。录音哦。嘿，对，因为阮的家里人啊戏要先录音，啊，才个会当表演。哦，所以现场咱唔免家己讲。免。哦，轻轻松松啦，不要讲嘞哦。会台词错嘞。这边叫变了好啦。哎呦，真搞哎！哎呦，我来顺一个。无，安尼你会当加几句啊台词入来，我无问题。袂使，恁爱讨论啦，嘛唔是互伊写啦，恁爱讨论嘿。好，啊，无安尼咱坐落来抬讲一下，看要安怎讲，好无？来，好，来。我有留2个部分，再交互恁咱家艺人朋友来创意发想。啊，细节吼，我请同学云彤来甲大家介绍。李佩啊，甲阿庞要创作修改家。哦，阮两个来发挥啦。对。对，阮两个相骂吧。唔免写啊，直接卖就好啊。直接开始骂了，再甲伊写落来。这段应该是。就是我咧唱歌啦。啊，伊排嫌我伤菜。因为我甲伊500，啊，结果你叫600。所以是远看亲500，啊近啊看700。小可辣菜，感觉对啊？意思是安尼哦。啊，就袂爽的安尼，就甲伊骂。啊，搁有一个部分是算命先这个吉他手伤差。这你上。这个解吧。设计8点档式。骂人的话。骂人的话。2分钟。嘿对。我骂2分钟。哎，你拢是对手戏，互人骂角色的。是不是小可个人玩啊？啊，伊会骂到我米后壁咧唱歌。骂到后来，你人生就乌有去啊。人生嘛乌有去。一个角色最重要要交。仔哦。阿仔。哎，阿仔。因为咱每一幕咧换道具的时阵，爱甲父母合起来。哦，道具的时阵，场上气氛会足无聊的，所以出来。会拄啊嘛，拢有地无啊呢，这都你的啊。就是这就是代表你中的时阵，你要 freestyle 啊。我即马感觉伊排讲的是对的。阿达。因真正是要人甲阮唱。有这种的。恁2个毋是咧讲想台词，刚爱直接想，你刚爱直接想。阮才认真想迄个台词，啊，搁要找一个所在通好录。我是感觉因的剧本是编了还阁袂歹，因做这个穿越剧。就是讲，甲即马咱咧看电视啊，看一寡外国的这剧，拢有一寡穿越剧的题材，所以我就想讲，这种感觉是有淡薄仔新型，是无共款的风格，所以若是甲这咖喱羊仔做一寡结合，我是感觉真正是还阁袂歹。我这就困难。高头鸟气。无啦，可能是你业奖，春调啊，春调。哇！你啊！好，哦，需要警告一下。阮这个任务就是要赶10分钟的咖喱羊啊。10分钟较久啦。足久诶。10分钟的手应该真酸哦。没啦。哦，谢谢，多谢村长啊，多谢村长，到沙港跳。哦，就冰的耶。安尼我认一个。这大伙。
就好食的，已经赞。嫩。这就刷嘴的，食看起来无一样。阿嬷，我来请教，阮连咪要录音，因为剧本迄卡本迄台词爱先录起来，录音到有啥物需要通好注意的？无咧，我迄阵迄个老师叫阮去录，就干那伊叫阮讲，讲伊就按录起来，安尼尔。老师叫你做啥，你就做啥。系啊，教伊来演迄个。恁更加无问题啊！既然你要来遮表演吼，我是想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有啥物要求？就是讲，阮即马伫迄个端午节吼，要教做也做少年人的把肉粽，年轻的大学生，唔知影咱肉粽要安怎包，咱在阿嬷要甲因教，是讲拄好恁拄好有演出，敢袂使互阮放落在少年人来看。你要来甲录起来哦。系啊，端午节因来遮包肉粽的时阵，你放互因看。是啊，就好啊。我拄则是想讲，春友爱阮去学安怎包。欢迎恁来吃。有啊，餐厅有包个肉粽真好食。你应该学10档，太蠢了。哎，我咧是过来吃。我捡一个本数就捡袂起，够包吧。希望咱这个传统，这个肉粽节，这个肉粽，要安怎包，互咱这少年人知影，会咱去了解安尼啊。了解。当然是无问题。哪包肉粽，哪看这咖喱人啊？系啊，是在看，这个包，安尼我加油。无人看会讲。你会笑话？爱来学。若无向的，阮有代志，阮就先离开。好，继续讨论。来，你讲啥？你讲你爱我？哎呦，要受苦啦！天公伯啊，你嘛莫甲我创治的。我知影我生到足妖娇美的，拜托的，你嘛找一个较帅哥来，像你这款的。好，来讲来。哎呦，要受苦啦！你大声想大声！哎呦，足妖娇美的，拜托的，你嘛找一个较帅哥来，像你这款的。好噻，会使哦，会使哦。我先来念两。山顶的一个五角，吵死人啊嘛！叫爸叫母叫神叫鬼叫东叫个西，是咧做去车无物件通捡，也是走投无路，要去过奈何叫啊！咩，看来咩，你死人骨头啦！山，要无你是要出山是？好，我去包位唱。来，等一下，我还袂写了，我们即摆跟他写到这样尔。我想讲，我个会当继续。有遮尔济美人的话，系啊，你平常是袂想哈？我平常是讲美我的经纪人。你阿里干那就大哦。伊的迄个8点档的美人的台词，实在是足厉害。因为美甲已经变精啊，你知哦？即兴演出安尼，什么软骨骨的鬼啊是安怎？我真正是想袂出来，伊有够厉害。迄拍就留互伊就好。我平常时有当时啊无代志，就去看即寡物件啦，所以咧骂人的时阵，迄要安怎骂啊，要安怎讲话是有较熟一寡。啊尾啊，伫咧要录音的时阵，其实我伫咧录音进前，我就伫遐一直顺。啊，别人咧讲的时阵，我拢无咧听因伫咧录啥，我就一直顺我迄段。啊，轮到我的时阵，我就想讲，我一定要一摆就甲伊念了。要毋过我咧念的时阵，因为边仔足侪人就伫遐，你要笑出来迄种感觉啊，所以我咧录迄段的时阵，我嘛差一点仔你要笑出来。所以尾啊，我有法度做一摆就甲伊讲了，我嘛有去互家己惊到。接受堂，就是咱表演的所在遐。哇，钟圣公来到这你啊！搞啊？哦，你拢搞啊 ！Hello，来啊！老师你好，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庄老师。庄老师你好，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嘉义大学阮几个同学的老师，嘛是这个计划的主持人，安尼。哦，这计划是你想的就对啊。对，就是看到咱家工厂村现在臭咪咪咖喱昂啊，偶剧团这阿嬷，伊其实年岁已经足大呀。啊，伊嘛一直希望有少年的当入来做。
我认为做这个计划真有意义，就是会当帮助遮的社区，吼，因会当引起的发展。黄老师遮开始吼，会当教因要安怎练习，吼，用咖喱羊啊，然后要选什么茶，落去啊，做头、做身躯、做衫。哦，连做衫你嘛爱学。当然，我搁去做衫，做衫，嘿，对啊。你若拣无着茶吼，你无简单做起来，迄个红啊，有可能就是会皱去。啊，所以爱拣迄个较袂皱的。找遮阿公阿嬷合作的时阵，咧过程敢有啥物较困难的所在？阿公阿嬷其实因本来就有老师咧甲因培训，所以其实因是拢还好。啊，等因看到少年呢，礼拜了因拢足欢喜的。因看到了，迄目睭拢会足光的，引导的。有人来关心嘛。技术是袂歹啦，但是体力较差啦。啊，个有孙仔拢去读册嘛，过年时啊才会回来，啊看着袂像看着家己孙仔共款。没错。啊，心情就较快活有，啊，个有人通讲话。所以因即马出去演出啊，出去表演吼，那是有这年轻的少年的囡仔做伙，因就感觉出去演出嘛是有一种。互人有需要，就是比这个社会需要的感觉，这足重要的。最重要。成就感。咱嘛有机会来这学习。所以啦，咱嘛要甲你搬。好，咱即马都是按照这个剧本，啊，请老师来甲阮指导一下，啊，配合迄咖喱羊啊。好。你洗到安尼行，搁教我录。哎呦，天公伯啊！厝头家娘，我看你敢若面是无啥好看。最近有歹物仔甲你对呢？哈！我面是无好看，你嘛无照镜看你家己，你洗到安尼，讲甲甲我安尼批评。你讲话哪会遮尔歹听啊？啊！莫怪哦，歹物仔甲你对调调啊！哎呦，歹听，我已经照好听的啦。哼！我甲你讲哦，你若是讲话，阁无爱小改一下。你迄厝吼，拢做袂出去。哎呦，你甲我自衰啊！啊，我就等。顶届来的时阵，阮就行路是一只手嘛，啊，即马阮即届表演的时阵是两只手，有加另外两只手，啊，去较操作的时阵就表示讲，啊，大家即马慢慢啊开始讲适应讲，线愈来愈济，但是有法度去算这个红啊，表示大家有进步。我互你面巾，甲你头毛刺互打，摕啊，啊。哎呦，变动！所以吼，这是你的问题。你若真正表演的时阵，啊，甲老的就甲老的，好，莫去管啊。好哦，那安尼250块，来。逻辑计算。你哪样的啊？卖错你，转来啊！啊，你等下要选，你嘛会当走较紧的吼，走甲那咧飞咧，安尼就转紧走。钢铁人安尼，好，安尼咱搁换一个，算恁再家己练一个。好啊。转倒啊，飞去，爱试看卖，有可能会线会顶掉的。3、2、1，哇塞，有神功啊！我看吼飞较悬，吼算讲，互伊飞起哩，你较好控制。好。来，搁一遍。 1、2、3。 他先会踩到。啊，就忝嘞。拄则是段，有忝无？系啊。我是感觉压力足大，明仔载就要表演，即摆已经暗啊。来。画图外口的迄，啊，这背景你要用画哦。系啊。你画一地都明仔载透早4点嘛。系啊，你今仔日变困啊。所以我感觉你用电脑甲设计了后，咱用电脑甲印。但是老师因要求要手画的感觉。感觉啊，你就用电脑做出用手画的感觉。嘿，你是用电脑做出手画的感觉。我的 iPad 内底，我摕出来互恁看一下。好。好，等我哦。哎，我的肩胛头都要袂堪要登起来。哦对啊，我手就因为伊一定爱从安尼。我拄啊手当我丢紧边安尼啦。你明仔载要夹出来，膝盖吗？
世界我拢无想到讲，结果是安尼。啊，若真正知影安尼，早起我就无爱上车啊。哎，看卖一个，我画一个流啦。我家己画哦。对啊，我用笔安尼画啊。哎，看卖一个，我画一个流啦。我家己画哦。对啊，我用笔安尼画啊。这我来处理。嘿。因为我的台数较少。你设计啦，啊有法度，要斗相共，你甲阮讲，阮做过来关系。啊，因第一片伊改迄点嘛是。所以体改要较传统的。哦，安尼我对，我了解。一个较新颖的，啊，一个即摆就爱传统。我安尼比较起来，我较爱电影片，就是较紧啊。30秒就会当。因为阮两届都爱搬这个戏，阮根本都袂晓。卖个好好啊，卖个好好。卖个好好。即摆听到这声，我就头壳戆。我即摆听这声，敢若神明要来啊！是啊啦。啊，摕过来，摕过来好啊。哦。大家辛苦咯！我想大家一定真紧张这场的演出啊！对啦，袂记你甲大家讲公演的时间，就是明仔载下晡4点。我提醒大家，这一摆是卖票的公演哦。我想大家一定非常的紧张，是毋是惊无观众呢？所以我特别伫5天前就替大家预告这摆公演，嘛有替大家准备公演宣传的假释。明仔载透早，咱来去全家己上闹热的所在，大家一定要好好宣传哦。宣传的方式有2种，第一是街头艺人互动式的宣传，我已经准备好服装，爱有人炸咖喱红啊，扮演街头艺人，啊若是有人倒呢，恁就会当表演一段咖喱红啊。我特别邀请伊爱记你来看表演哦。第2种就是我有替大家准备2个广告扛棒，内容恁家己设计，来去贵义新华村宣传咯。哇，哪这物件啊？这是啥？林木卡。准备2种特别宣传方式，去快意生活村宣传这届的表演。还有另外1张林木卡写啥？林木卡比下晡4点爱准时公演，大家爱准备，搁爱介绍。演出的地点、路牌的指示，啊，搁有柜台的票务人员。咱就干那4个人尔，啊做遮尔啊侪代志。那安尼即马，咱先教我斗3工一个啦，处理好啦。先甲感情的代志解决就好。好啊。啊，无你若有这叫人来，结果背景无好嘛，是无法度表演。是啊。好啦，不是做这，好，啊，就是杀到边啊。啊是，这个无。阮互4个学生去做，甲咱宣传。车，你别走，你要下班是毋是哈？连车拢无爱甲咱陪啦。车要转去啊！发生什么代志啊？车要下班啊！天地拢无咧甲咱相听。啊，来，咱先来解决这啦。好啦，好。这画甲起起夹夹。即个我有设计3个布景啊。甲比厅、庙埕、剃头店安尼，迄个庙足大画，我画可能有2点钟哦。迄个庙的图，这是我第1届画遐尔大的布景，希望大家欢喜介意。伫外口食早顿。好啊，哇，天气好。昨阮是毋是有看到一领衫，哪色的？真正是自由女神的衫呢。阮昨讲亲像自由女神，你讲看卖啊？敢若无自由呢？你讲我吧？你的吧无自由？我吧用塑料的，无自由对吧？这是有人的吗？你的发箍敢袂使摕落来？
会歹去啦，袂使啦，歹去啊，不是安尼穿啊。哎，这不是自由女神，不是啦，破去啊！回胸。人去去龙界呢？绿巨人浩克呢？你妈绿巨人浩克！我是讲，这不是自由女神，你哪会穿变绿巨人浩克？你演一个，你会想起安尼，I always angry。哦，这个插人啊！你敢觉讲观众想要看什么人穿自由女神？你。哇！较水啊！水啊！红毯呢？什么人挂这种怪怪？无啦，我挂看觅。可能真正是女神哦。甲你倒幼稚。会过水啊！看过。有水无？会过水啊！我感觉我挂起嘛差不多遐尼过水啊。这较合理。系啊，这较合。这较合理吗？就好看诶！来，时装周，噔来 pose。就是你啊！就是你啊！袂歹看啊！袂歹看。伫遐徛咧啊！哇，小奇怪诶！好看。袂。你是毋是后悔？你会当去找迄树仔下骹遐。嘿啊，树仔下骹。啊对，你找一个。啊，是人会咧街头看到人的时阵，咱就。小姐，你要哦，唔是小姐，晨曦，你这是内晨曦，阮今讲的。日有表演哦，对，你欢迎来看哦，看几个人都会自由哦。看了你的心情就会自由的对哦。啊，你若想要先看要自由的物件有无？你位头前行有一个查某，你伫遐，我会讲，咱帮伊游客。哦。啊，你就徛的。伊都行过来。是阮两个甲你游客去看你的表演，安尼。哦，安尼嘛是。哎呦，够啊！哎呦，够啊哦。咁够啊哈！哇，这侪人诶！哎，乱死啊！乱死啊！哇！你坐伫面顶啦！拉吧，Go！ Let's go！ 哎那，我要坐，我要坐，我无想行咯。哎，你安尼讲，咱会使一组啊？啊对，恁两个一组的啊。哎，还是阮四个。来哦，来哦。今仔日下晡4点，伫咧蒜头糖手接寿堂。大家好，阮是阮大大广告公司。落去啊，落去啊！帅哥，今仔日下晡4点有闲无？有闲无？我会使甲你翕相哦，做伙翕相哦，拜托一个。晨曦，你今仔日有闲无？下晡4点你有闲无？哎，你莫走，晨曦，哎呦，恁下晡4点有闲无？今仔日无闲哦。好，你看。等下，啊？你敢若足信，逐工哦，下晡4点有一台车经过阮兜楼骹，拢安尼画。我面线，肉粽，修理窗仔门，修理纱窗，换玻璃，小酒嘞，大辣小辣都没有我辣，小酒嘞。哦，你这那边有3个帅哥呢。哎，帅哥，快过来。你来啦！你干嘛？我来，你下晡4点有闲无？无闲。是安那？等下要搁去拍鼓。哦，你是迄咯？对。啊，恁甲恁朋友讲下晡4点来是咧蒜头糖手的介寿堂的看表演哦，阮4个人的表演哦，好无？50块尔，50块就会当看表演。好，来，多谢。啊，阮有票会使买。买一个票无？你就买50块。无时间通看。哦，好啦，你是留作纪念呐。水好人我的票，你甲我倒摕一个，我摕一个票。我那3张有剩啊，但是希望有人会使来啦。你摕票，我是。有啦，人有要买啦，你唔通安尼啦。我是是什么代志？来，1张500。
多谢，多谢，老弟就好。两张就好100块，安尼就好啊。多谢，多谢，多谢。耶！安谢姐姐你好，为倒位来？为大哎呦，家来刚香的啊！对啊啦，刚香的啦。嘉义爱挂工。今仔日要等，今仔日无要等哈。哎呦，那真卡你啦！啊，你下晡4点有闲无？哎呦，你看好朋友刚香的啦！下晡4点，阮4个艺人，嘉义大学的学生会做伙做一个表演。咖喱羊啊表演，这个咖喱羊啊，你有看过咖喱羊啊无？姐姐，你细汉无看过？无印象。啊，布袋戏嘛，布袋戏、台歌戏嘛，啊有这个咖喱羊啊，我看过，因为咖喱羊啊足高贵的，啊一张票50块尔，甲阮小赞助一下，来看啦。我来讲，我表演一届，你就知影你买这个票你袂用。表演，你看，伊叫阿财。阿财。今仔日的主角。对，你相信伊会行路袂？会啊，有卡。有对咧，刚香的，刚香的。你看，诶，伊行路无？哦，这个是耶。你沉落啊，对无？有。你莫看安尼哦。伊即摆是安尼，是因为伊还袂中昼，还袂食饱。你下晡来看的时阵吼，食饱，完全无共款表演，完全无共活跳跳，唔知我迄个走起来背安尼，绝对的。你买这个票一件，小姐要对不对？小朋友应该不用吧？囡仔，共乡的唔免啦。哎呀！哎呦，大家好朋友啊！是的。这么多人，7个人哦，你一届要7张哦，啊无这两个送你哦。这有在笑哦，这下晡表演哦。北漂人啊，哦，没事。北漂人啊。拜拜。多谢，拜拜。阮来刷屏一个。安怎？阮收这钱，毋是要去食饭，也是去耍的。无。阮要管好笑咪咪咖喱羊啊局。哦嘿。对，帮助因去。回应让你讲做个较济代志，较新布景、较新的衫。对，衫个，阮之前拢袂摕啦。是安那相同要强调这件代志，是毋是？咱看起来伤过4块，会讲乌西。拢讲厝内底地管啊内拢底钱啊。无啦。好，安尼行，过来卖票。我伫遐拄着较少年的人，佮有年岁较大的一寡朋友，也毋过看起来咱伫遐人咖喱羊的时阵，伊迄间讲目神，拢敢若无看过的感觉。所以迄当时咧宣传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大家敢若对即个物件是真有兴趣的。啊！彩票！什么？失败了！你好。人会惊啦，你莫讲用啦。我嘛饲这查肯，然后想讲看起来这古水就是要较省。重点，阮爱宣传一个。哦，嘿。你好，你是为倒位来的？台中。啊，边啊，边啊。哎，家己人啦。家己人。你嘉义住几工啊？无，下早才来。啊，什么时阵要转去？差不多下昼就要转去。下当留较晚的啦。算一工啊。哦。几点要转去啊？几点？阮4点有表演啦，迄姐在。嘿啊。伫咧蒜头糖厂。阮算妈妈啦。哦，你妈妈。妈妈啦。阮来过母亲节。来过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快乐。啊，你下晡袂赴哟，4点的表演。表演才30分钟尔，阮用这咖喱羊啊表演啊。对。啊，一张票你用偌济钱？又袂知。一张票。到啊免钱啦，免钱。我是无想要甲你收钱，因为是安尼，因为迄人伤济啊，歹收着。毋是，因为吼，这咖喱羊啊，伫咧嘉义有足济是大人咧耍。哦，真诶。啊，因为无经费。所以，阮创一个表演，啊，把这个经费全部拢捐互迄个士大人，互因去
互因去甲咖喱人啊，你甲伊跪啊，甲你跪啊，甲你跪啊，拜托啦，拜托诶，拜托你来看表演啦！我甲你求好好啦。一张票50块。哎，对，爸爸了，爸爸，你谁要加胡瓜诶？哎，这新瓜哥呢？哎，什么话？哦。下面一位，下面一位。谁人安尼讲诶？哪里？你赶快讲一下。下面一位。下面。口头禅不是下面一位。哦，下面一位。哎，爸爸，紧嘞！一张票50块，阮是关好加伊的。一张票50块，冇问题。票，好不好？好，两张啊！爸爸讲2张，爸爸讲2张啦。感谢。我有2张。哦，2张啊嘞！爸爸说2张。用多少？嘿，用2张好啊。谢谢，感恩，谢谢，阿啥西？来2张。哎，1张50，2张100。谢谢。哦，妈妈家嘛买，妈妈8张啊！母亲节母快乐！亲节快乐！多谢。爱健康平安哦。来哦嗯，好好食啊！用迄茶米去甲伊，系啊，去甲浸。哦，我好食啊！真好食啦，夭寿哦！哎，观众来呢？阮找观众来，恁就要对我甲我食物件。观众来呢？阮找观众来，恁就要对我甲我食物件。要食无？会讲。哦，好啦。哎，不是，你是咪你目睭所看的，无你看，我讲唔出来。你目睭所看的，唔是你所想的。你是想讲我你是哪样咧食物件？系啊，你就是啊，你就是啊。是。啊无，安那无咧？你人送啦。啊，阮食的时阵，阮来咧做代志，你看阮咧。即马重点是，阮有找一个哥哥来，来表演互伊看。哦，伊买票啊，伊买票啊。伊已经买票啊。已经买票啊！我来讲，拄啊好，你找一个嘛，啊，买票买好啊，对不对？吼，我叫2个小朋友啊，个爸爸妈妈走来，啊！你看，我嘛是有找到人来买票，对不对？4张嘛，4张。来，4张。 4张来200块，多谢恁的爱心。这个钱我们会捐出去啊，谢谢，多谢。哎，人起来，你看这边，你慢看这边。所以咱要现人就对。做一盖嘛，对不对？对。但是阮2个人工课已经做煞，来。哎，换阮食。好，换恁食，我嘛是有咧做工课啊。恁较介意看倒一身？倒一身，你较介意？这身好想要拍开。不是啊，我怕角啊。哎，哪会漏开啦？未漏开啦，哪会漏开？我会惊咯，我。今仔日恁运气拢袂歹哦。哦。诶，应该下晡4点的时阵看到足好看的表演哦。是哦。来，甲恁跪落，一定要来看哦。拜托的啊！拜托的哦，拜托的哦，拜托的哦，拜托的哦。哦，啊，因票已买啊咧。哦，嘿嘿，感谢。嘿，阮今仔是来是这2仙啦，啊，下晡恁若稍有10仙，啊。 就侪人的表演，甲嘉义大学，对，啊，麻烦你来小看一下，哦。好，谢谢多谢，谢谢，欢迎来看，欢迎。好啊，来，我甲你讲，可能听到。即摆阮的任务有一件重大的欠钱，就是阮2个，想要坐一只纳凉，啊，换恁2个，你甲我请。加油哦！加油哦！大家等你哦。好，我会家这卖了。好。哇！嘿，有冰会当食，有冰当食。哎呦，多谢，这几天要送我甲你倒提。你看，这不是讲阮坐遐纳凉？你就垃圾，你无方便。哎呦！
好啊，你唔是讲，阮伫遐纳凉白，要互恁去食物件，是因为阮今仔等会人就是要请阮食到倒位。看起来就变态的，嘿啊你的面。恁去游客嘅。哦，就凉的呢。不要紧，好，较紧的哦，票较紧卖完哦。哦，好好。哎，要4点嘛，那个算啦。你愈食愈大颗。喂，卖讲这种话啊！我们卖看电视咧。我感觉阮已经无手啊。我看因摕一个 ice cream 有要安怎做代志啊？伊都无咧做代志。嘿啊。偌济啊？2、3、4、5、6、7、8、9，哇！1400块，1400块，会使做一领衫。系啊，会穿时应该会当做一领衫。咖喱羊仔的啊，细细领衫。只是讲咱有卖票啊，一张票敢若50块尔。嘿，啊会关出去安尼，啊有兴趣来欣赏一下无？有可能对不对？我来讲，有可能就是好，对不对？阮真正毋是，就是不如钱的，因为毋是专业的，阮毋是专业的，因练足侪工啊，阮才练一工尔。但是，甲伊大下的学生会甲阮斗相共足侪学生啦，啊，甲有老师啊，啊有信心啦，4点就要演出啊，无啊，有信心无？300尔，这是要关系，是要我。安尼好不？卖勉强，一、2、3、4、5个对不对？有，哦，够有哦，够有，无紧。迄只狗会使去无？狗会使啊，狗会使去，狗会使去，但是狗爱买2张哦。狗无啦，免啦。讲真笑啦，讲真笑啦。我知影你即摆先来，你想讲无确定要去对不对？无要紧，你先买3张。啊，若到现场，恁确定拢要入来的时阵，你才买到，安尼你感觉这个买好，有介意无？啊，阮这收的钱会去关去个咖喱行啊，迄笑咪咪剧团。对。迄个阮姐，我也要去无？你要叫出钱哦？想，无啊，我出钱啦，人我帮你出啦，你要去无？新哥你要去无？有没有去？恁本来下晡要去倒啊？无啦，无要去，即摆150尔，即摆我要去变300。偌济啦？无啦，无卖。爸爸较巧啊！爸爸有听有哦。一张票50块。嘿，啊，这拢总26哟。那安尼300。安尼300。300啊，啊到免钱。啊半条钱。免钱。哦，到免钱。啊，送我这无？哎，无送呢。可以趁钱。来，这送互你，啊300块。送你这哦，莫想较好啦，互你人一个会使。犀利哦！你看你个左右就行。左右。你你嘛会当表演啊呢？对，这。哎，你看。你行看卖，行。哎，有哦。真厉害呢！对，哎有哦，啊妹你有法度嘞。安尼下晡你来表演一只。对啊。我若下晡真正有欠人有无？我随甲你叫你起来表演一下。我会记，好不好？好，多谢，感恩。多谢。好，谢谢。4点吗？4点。哇，轻松的脚步有无？哎呦，哦，那安尼这尔简单就摕到这尔侪钱啦。练偌呗？我敢若还好呢。哇，啊呀，剩4张尔，轻松松的卖了，哈。谢谢，拜拜。哦，真的，谢谢。拜拜。哎，来，我甲你问一个问题。是，来。这有几个人头5个、6个。600。哇，我感觉哎，无你的讲话时阵，你的
你较尊重的吼。拍伫个涂骹是什么意思？哎，阮介轻松的，你看。轻轻松松卖一个面尔，就600块。我拄则互你安尼，你才趁600块转来尔。阮至少卖12张票。嘿啊。12张。但是是安怎存600，你知吼？为虾米？因为卖袂出去，阮家己有拍折。喂。无啦，阮讲拜托啦。嘿啦。嘿啦。啊，拄则就拄好拄着的人拢真大阵。对啦。来，我看卖一个。即马有这，阮遮有清洗600。这是今仔日赚的吗？系啊。哎，拄到好2000块。这敢今仔日赚的？对啊。阮哪有法度赚啊？2000块是拄几啊张？40张。哇！阮即马时间无够，阮要去紧去等去接受堂啊。对，因为足侪人要来看。好啊，差不多啊。差不多。哎，物件摕摕啊。等去联系。真正等去联系。哎，两好食无？要不要食？两阿伯食，等下来食。等下来食，好，行。好，即摆才阁有5个红仔，5仙，那个挂起来，就是挂伫遮啊，互因会当翕相、拍卡。哦，哎，老爸嫂。哎，我拄则继续讲，这是2只的。毋是，就老爸嫂。这一只，我甲拍开，啊，遐阁有足侪仙。哎，就安尼啊。哇，你足够的呢，我来甲你倒管。这个我袂晓，真困难，这真困难。嗨，你是要来买票吗？你有看到阮做的迄扛棒？哦，欢迎。当家买。欢迎几个人？阮9岁。9个人 ，yes。来，这9张票。来，谢谢。3点半到会当入来哦。谢谢，再不等来。好，谢谢。多谢。辛苦。9张呢？歹势，阮想要带这张伫咧门口口，敢袂使？宣传下晡4点的表演。天啊，欢迎光临！外面的门口。但是你要用什么粘？有这个胶。双面胶而已。啊，来有几种物件通？哦，谢谢。啊，阮甲你用好清气。好。多谢头家你就甲伊赶出去。哇！哎，这不哩啊水呢。这咱的背景吼。系啊。舞台。咱的舞台。啊，才有几个字，笑眯眯加咧红仔剧团。这点应该爱甲搭去。搭去面顶。搭去面顶。哦，袂歹呢。袂歹哦。有一个款吼。哦，去吃上。做一个纪念。喂，敢听得到？啊，你听无啦？听无啦？这无够力，你还看这什么？游客服务中心，什么重要代志就是用公布，有无？要市场，所以你要去内底做公布。那瞧这个代志，查某囡仔较好。啊，那公布我来讲。无，阮拄则为迄边行过迄边，大家拢知你是啥阿胖。唔是，大家看拢甲安尼，我就惊的。系啊，因为我惊安尼后边安尼啊。做位入去啦，哈。我来，你去试看卖啊。歹势。阮是想讲吼，阮今仔下晡4点咧介绍堂有迄个咖喱红仔表演，啊，你想讲会使公布，互因知影一个讲啊。会使吼，好，谢谢。玩具公布，欢迎各位嘉宾来到咱。你会使 freestyle 哦。
卖看你迄，不是这 freestyle 啦，我是 freestyle 不要用啦，想啦，唔免照迄啊。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下晡4点有一个咖喱昂仔的表演，希望大家做伙来佚佗、翕相。有一个重点的就是我有咧卖票啦，一个人是50块，是50块。本身是公益表演，迄钱会捐出去，唔是主持人有啥要摕去的唔是，嘛唔是一派，嘛唔是视网膜要摕去的唔是。好，感谢大家，谢谢。下次，既然叫我做这代志，我讲买50岁啊！嘿，加工阁有啥物代志需要斗3工？无，毋过我昨天已经帮你甲杯仔量起啊。你服务生伊的手爱甲伊，互伊大拇指插伫个杯仔内底。因为我当咧人即只的时阵，我感觉上解困难的所在是。我唔知影，我徛伫面顶表演的时阵，伊的骹是有浮起来，是无浮起？我是要安怎控制？安尼咱起来舞台上试看卖啊。恁会使甲手小可跪伫遮，搁有就是你行路时阵，你的骹应该爱弄着地板，爱有声，对，爱有声。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是安怎我即只是的手甲骹是拢伫咧头前，因为安尼我就操控就困难。你会当家己手一位操纵杆只家己抽出来，安尼你会当卖动动骹安尼就好。伊的动作较精细，所以伊需要2个操纵杆。哦，你迄支就复杂了。练到顺就会使啊，加练几届啊，还有时间。这个牌仔的方向敢若唔对，做唔对，对唔对？啊，你打怪怪哦。搭在这边。嘿，这边。哦，这边。爱搭倒边。无这。我会电着你去用。我唔敢。无就电火条好无？我嘛是会电着，互你去搭。这电火条敢连袂调啊？应该是会使哦。哦，会使。完成。好。本次的任务已经完成。已经完成啦，无啦，应该是讲咱2个任务已经完成。车我已经叫好，算了，就爱麻烦你啦。你卖走。不是因为我拄好有去迄落介绍堂看有无？其实感觉已经出来啊。就正式的。就正式的啊，感觉若坐满的时阵啊，莫讲8成、7成的时阵，你压力就足大。恁之前有表演过吼？你会紧张无？袂，莫紧张，你就会做不好，做不好安尼。啊，若万不离吼，真正毋是故意的，真正毋是挑故意。呸！突错啊！要安怎？啊，若万不离吼，真正毋是故意的，真正毋是挑故意。呸！突错啊！要安怎？就继续行。我的线拍架是要安怎？嘛莫管伊，继续。你伫咧台顶安尼，我嘛莫管伊。后摆个表演的时阵，搁较注意一下，对。安尼就好啊，对。好啦，我就照你安尼讲，讲无紧张是无可能。无后摆啊。对，无后摆。以后有这种工作，莫搁找我。拢莫来吼。同学因吼，其实因做认真的，因嘛感觉做趣味的。对因来讲，旧年进前，因嘛无接触过。那旧年我开始这个计划办，学生啊扭入来，因就感觉其实原来这个公益本身就做趣味的所在，困难的所在，所以因开始找到迄个其中的趣味，然后因就做投入。伫咧彩排时阵，看起来是稳稳的。也毋过拄着一寡问题。你要删？这个查某甲我讲要去洗身躯，哪会洗遮尔久啊？这是安怎？我是感觉阮今仔日会失败，
因为我拢已经创无好啊，大家拢乱糟糟安尼，我嘛唔知我啥物时阵要出来。小米，哎呦，先生，你哪会穿甲遐尔奇怪啊？敢是来剃头的？你哪去啊？冰是安怎规身躯拢会冻落咯？哎，外口敢会落雨？哎呀，你是厉害啊！应该凉起来。我帮你把毛巾粘住好了，然后你待会下台之后再把它拆掉。我只有演2个角色，但是遐尔啊少，我嘛是演无好。来，咖啡厅吗？咖啡厅，咖啡厅。10秒，6秒，3秒。白虎啊！白虎，白虎。哎，伊啊，那哎，一样，我一样。我伊啊，啊我也不要。我的不是我的。要不会啦。再看一下，还没有。时间可能爱入伊爱看，伊爱控制音。即摆同困难是啥物？啥物时阵你爱出场？啥物时阵你爱入来？啊，啥物时阵你主场是爱摕啥物图？我哟。再来是啥？大家拢无共款啦。再来是。什么声？无吧，敢够干咩？你改咩？你改咩？我改咩？你真正咧演的时阵，毋是安尼啊简单咧。我改咩？你连唱几点来啊？甲点去啊？恁昨晚食饱要来去困，我要管你。不是一样是这个吗？柳丁啊，不是吗？柳丁，基本上是我是不是？哎，柳丁，是不是又是我？那边不用换啊。不要。无来，拉。阮伫咧后壁，规个气氛其实是有淡薄仔紧张，因为阮真惊讲咱会拄到一寡技术面顶的问题。虾嘞，还不是黑幕，是黑幕，他还要找杨阿伯。报警也阁有一寡音乐的问题，要安怎解决？这届是我这么济集以来，我感觉讲上困难，根本就练无半工，阮就要演出，所以我干那会当做一件代志，就是好好啊，甲迄个咖喱红啊，伊的动作搁较顺呢。除了迄以外，我真正是无迄个头壳搁去想别项。拄则有发现，咱咧彩排的时阵有一个问题是，这两个拢是庙定，因过拄则加差一点要变好啊啦，阮落白虎啊。一个雨衫。 15岁今年咧好。你是咖啡厅了啊，我无要落台。那个是我起来，食了我无要落去，还是算命起来？起来。好啊。这差。听到啦，卖好无时间啊。搞威呢。 好，恭喜大家要演出咯！伫演出进前，为着要让大家更较认真，我特别设计一个新的评分制度。即摆大家得分，全靠在场的观众评分。观众看完表演，阮会伫外口放投票箱，全部分数加起来平均就是最后的分数。譬如讲，平均投票分数是82分，阮达达团队就会得到8票。 若是超过85分，boss 我非常大方，就算9票。所以即摆咖喱红仔剧团委托的演出，大家爱特别加油哦。所以表演了后，搁要互伊拍分数。嘿，上来拍观众朋友啊，观众拍分数啊。我讲爱高过80分啊。我感觉讲这拢唔是重点。 是上重要的代志是感情的代志，剩差不多，因为要袂15分就要开始已经尽力啊，安尼一切拢交互观众。是，你讲会对。好，来继续。
没开。哦。我要录成。各位观众朋友，好啊，写个催泪，我们来欢迎4位艺人视网膜吴一佩、雨生、阿庞。大家好，大家好。拍摄，互恁等伤久，阮来互秦邦某先来讲一下。大家好，我是许邦某。今仔日咧非常感谢大家来到咱嘉义遮蒜头糖手这边来看咱的表演。咱这个表演呢是甲嘉义大学的学生来合作，还有咱笑咪咪咖喱红仔剧团的一个表演。好，换我来讲，这个笑咪咪咖喱红仔团是一个嘉义在地剧团。这个笑咪咪咖喱红仔团是平均哦，岁数拢是80岁以上的阿公阿嬷，是咧人这个咖喱红仔，因拢足勇敢，阮看起来足感动的。所以，阮即届4个人甲嘉义大学的大学生因配合来演出这出戏，嘛希望大家会当欣赏，甲这个咖喱红仔甲推广出去安尼。好，即马阮需要大家斗相共，做一个练习。阮的名叫做阮达达，有一个足好听、足有力的 slogan， 阮做一届，阮看好不好？好，来，阮达达，阮使命必达，担当。所以恁斗相共的所在就是，阮伫咧讲使命必达的时阵，恁就爱讲达达安尼。好，来，会晓无？来，我甲大家讲，即马阮的前辈有无？庞哥伫遮，伊上后带气氛。好，来，交庞哥。阮达达，阮使命必达。来哦！阮达达，阮使命必达，达。好，来，这个就是演啥？好，咱等一来看这咖喱红仔戏的主要的剧情是咧讲一个穿越剧。好，穿越剧是啥咧？咱的主角伊的名叫做阿明。有一天，伊咧洗身躯的时阵，无说你洗，咻一个，就飞到民国70年迄个时代的蒜头糖手发生足侪代志，请大家好好来欣赏。好，接下来咱就抱啊写甲催泪来欣赏阿明的蒜头之行笑咪咪咖喱红仔团，感谢。我一开始出去甲大家拍招呼的时阵，我就发现讲，就差不多是中午迄几摆吧，有几个是透早时阵拄到的遐个观众朋友。因是甲咱伫遐买票过来，我就感觉哇，原来有人会因为咱的宣传对这个物件、对这个剧是有兴趣的，我感觉足感动。Honey， 我是来去洗身躯哦。A few moments later， 这个查某甲我讲要去洗身躯，哪会洗遮尔久啊？啊，我嘛去洗一个身躯好啊。这是安怎啊？歹势哦，拄好是物惊吓一个，想讲安那会拢无叮当，是安尼啦。吼，即马换着我来甲大家吼介绍一下。拄啊吼，等下来看到是咧，即个红色这吼布啊，牵起来是咧，表示内底咧换道具啦，吼咧换金啦吼。伊叫阿财啦，吼，咱毋是常常咧听讲肥肥，敢若阿财有无？肥肥是我，阿财就是伊啦。好，阿财，你会晓创啥物物件，会互大家较欢喜一下啊！我会晓讲笑话，你会讲笑话呢？你会讲啥物笑话？好，我讲笑话之前拢爱是有一个“砰”一声，互大家注意一下安尼哦。好，我笑话要开始讲啊来哦，1、2、3，
伤细声啦，哈，伤细声哦，安尼要安怎？啊，我来处理。伤细声，我今仔有请一个孔锵老师，请孔锵老师来我的音乐来做一个。老师你来。啊，是为虾米我是孔锵老师？啊，你看你生安尼就知影。你卖吵你，来。来哦，我准备好啊。我这吸落的时阵，你爱配合我。好。开始阿仔要讲笑话啊。好哦，你讲。一两三哦。一两三。一两三。安尼有大声无？无，我听到是无。听无。无嘛。伤细声嘛，吼。讲一届吼。讲一届吼。我准备好啊。一两三。有听到无？啊，听无？来。你使落去啊！感谢你。好，来哦。好，啊无我等下搁收一个，啊等下吼，我搁来讲笑话啦。好啦，啊无我带阿仔紧落去啦吼，大家继续看落去。啊娘喂，这是倒位啊？即摆台湾阁有遮尔古早的所在哦，蒜头糖厂，哎呦，洗身躯洗到一半，哪会就走来吃啊？哎呦，我一日头阁湿漉漉的，先来去处理一下好啊。头前敢若有一根剃头条，赶紧来去看卖一下。哎呦，先生，你哪会穿甲遐尔奇怪啊？敢是来剃头的？哎呦，是安怎规身躯拢会湿漉漉？嘿，外口敢有落雨？哎呀，你是未来啦？好啊，多谢。你是甲身躯刺互干？那安尼，你敢有要洗头？好啊。安尼拢总爱250块。啊，会花去啊，无钱啊，袂记着我搁咧洗身躯啊，啊，骹底无油筋酸哦。卫身躯男儿路的阿娘，传发到过去的蒜头糖厂，身躯无早换成一日，到底是要安怎刷落去的？咱继续甲看落去。走这么久，喙足大的，虽然无啥物钱，也是点一杯饮料好。先生你好，请坐。啊，你穿甲遮尔啊怕，要啉啥物哈？Coffee or tea？Coffee。顺势，搁来一个鸡卵糕好啊。哎呦，阿娘啊喂，哪有遮样啊在讲人话啊？少年人啊，少年人，话会使乌白讲，但物件袂使乌白食哦。你有看到羊？啊？你讲阮兜羊好食晓，啊你要来一杯无？毋是啦，你有看到迄只羊啊无？你是咧讲啥话啊？来，你的咖啡来啊！为虾米爱甲你的手插伫咧咖啡内底？安尼我是要安怎啉？哎哟，啊我的手就着伤啦，医生就讲爱保温啊。爱保温，你插伫咧咖啡内底，你为虾米无插伫咧你的鼻孔内底咧？你哪会知影？我平常时哦，就是拢插伫家己的鼻孔内底咧。卖啉啊！哦，讲我一杯。安尼你共款要啉烧的冰的啦。冰的啦！恁遮毋食囡仔，无一个正样的，这找死啊！莫叫是你洗到较缘投，我就袂甲你拍哦。一看都知影是斯文败类。我看恁遮个人拢总是欠拍。哦，这个是倒位来笑的啊？穿甲安尼，搁赤白白。唔个，我你
你又搁是啥物人？你穿这是啥物衫啊？高头鸟鼠戏，毋捌去搁嫌无卫生，我一看就知影你一定无女朋友吼，无人爱好，对无？啊，你误会啊啦，阿姨。啊，啥物姨？遮敢有啥物叫做阿姨的哈？我敢毋知道，你是安怎用迄种眼神甲我看？无啦，无啥物啦，阿姊啊，我爱你。你讲啥话？你讲你爱我？哎呦，夭寿骨啊，天公伯啊，你嘛莫创伫我。我知影我性格遮尔啊窈窕美丽，拜托你嘛找一个帅哥来互我爱一下。阿姊啊，你误会啊啦，其实我有愈。你莫搁讲啊，咱两个人是无未来的。我甲你讲，我爱的是亲像蒜头的裸壳500迄种的。毋是你这种无卫生的。阿母，紧转来食饭啦，饭已经煮完呢，讲唔转来，会去互狗仔食去哦。哼，我这摆就放你耍，后一摆若惹着我就送你一盒番仔火，甲一桶汽油。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你敢毋是拄则迄个求摸的？好，互我掠着啊吼！卡底我有紧酸哦。好大卖走！咖喱红啊，伊坐喺遐，阿年是徛喺遐，啊无咧叮当，无咧表演的时阵，敢若人生是黑白的感觉。毋过伊真正是让人起来的时阵，其实是有足大发挥的空间。我感觉讲伊是嘛是人生啊，就是我有当阵做一件代志，若是做足久的时阵，就感觉足无聊的。毋过，阮若是换一个想法去想同款的代志，无的确有别个新的灵感会入来。山顶的一个黑狗呀，伊是会讲会笑呀。这是唱啥物话啊？你嘛是几点啊？你嘛小看卖一个，现在唱，要唱到几点哈？高声去食哦，下戏下井，你咧唱几点啊？甲点去啊？哎呦，我伫咧大耳卡，你是有病哦！哎呦，迄敢毋是500？哎呦啊，是我上介意的500呢。啊对，歹势啦，啊水姑娘啊，等下8点有表演啦。我想讲，我来彩排一个，我就是迄个吼，吉他手喇叭。喇叭都喇叭。你就是讲500加100，你就会较严头晓。你是咧靠北边走，喇叭都喇叭，加什么500？好啦，恁祖妈食饱要来去困啊，无要管待你啊。吵死人啊啦！叫袂叫不叫神叫不叫东叫西，是做汽车无物件通叫，还是走投无路要去过奈好叫啊？山也无你是要出山是？我逐工吼拢甲遐一寡七爷八爷咧交关，因讲吼伊咧共收的时阵，拢无想要收即种甲你共款看起来烂糊糊的鬼。若是你是无所在通去，我会当介绍你去做尸体美容。也无规工直接害来害去，唱的什么死人骨头歌，袂输敢若是要客甲你出山共款。我甲你讲啦。遐有一个病，你若是无想要参像高分，也可以甲我去弄掠，你着甲我去伊面徛，莫毋知下死下井，下个爽拼拼。你也有过去心，那安尼我送你3个字啦，哈哈哈！哦，遮哪会遮尔闹咧？这是一年一摆的姓氏啊，你毋是本地人，当然毋知啦。见怪输怪，君输地，一方土水，一方林啊，一方林。啊，阁是你，规工讲遐有诶无诶，到底是要讲啥物啦？你敢有看到迄只羊仔吗？哎呀，不得了啊！你有一道灵光对你的头壳喷出来，你敢知？想袂到你阁真将才呢，是一个100年难见的练武奇才。不过我知影你毋是这个时代的人啦。啥物？你哪会知？师傅，拜托你赶紧互我转去，我女朋友搁咧等我咧。想要转去是毋？那安尼去找迄只乌白的。你讲的敢是迄只羊仔？
天机不可老小。哈哈哈哈哈哈！哎呦，迄只乌白羊啊，到底伫咧倒位啊？伊讲的到底是啥物意思？见怪输怪，君书记，一方土水一方人啊！啊，这是倒位啊？我刚转来啊。钱咧！啊，哪会阁要爱钱啊？敢讲我阁也袂转来？我身躯洗好啊！吼，较遐济通电话互你，是安怎拢无接电话咧？等一下，咱要去踅街，爱记咧早较济钱哦。我转来啊！我转来啊！阿辉啊，真正是你，我足想你的。小等伊拍甲啦！伤过紧张啦！好，先来多谢大家收看咱的这个咖喱红仔戏，多谢。拄则咱咧搬这咖喱红仔戏的时阵，唔知影各位观众敢有法度去看讲，咱是演多一只。因为足侪角色的嘛。哎，对。应该是有听到声啦。啊，因为阮四个人哦，练习这个咖喱红啊，才算一工，所以哦，阮的动作较会咧卡的，较航班无较航班啦，请大家卖计较，请正卖计较，好朋友卖计较，好朋友嘛卖计较。也毋过，迄个嘉义大学的大学生，因拢人咱足好的。那接落来，咱来欢迎嘉义大学的大学生甲老师，啊，阁有迄咖喱红仔的大师黄宪章老师，欢迎，姐姐，好啊，姐姐，欢迎坐落去。好，因为伊想要推广这咖喱红仔，希望有阁较侪人熟悉这个咖喱红仔，我甲这麦克交给老师，来麻烦老师。感谢各位来到现场。今仔日这个节目会当成型吼，真正是爱感谢所有人，因为呢，阮嘉义大学而且是因为阮要协助地方来发展这个咖喱红仔的戏剧交文化。阮安尼做是希望会当交地方来共同来发展这个文化产业。啊，各会当互搁较侪少年人倒来即个所在做伙拍拼，所以在场的恁呢，若是有兴趣，欢迎恁来加入阮。再次感谢大家。我看到大家真正是足欢喜，啊，阁有黄老师，啊，阁有大学老师，大家拢足用心的，啊，阁有大学生因做伙完成这个任务。我感觉足困难，但是足有成就感的。虽然练习的时间无介长啊，但是真用心啦，真用心吼。你像我昨暝来看，10点外还搁伫遐咧，咧用安尼吼，所以任何代志要做好，过程当中拢爱用心啦。今日个表现，我感觉真好，真好。今仔日有伫快意生活村拄着咱买票的，当中啊，举手者，讲者，好，来，讲者。爱当来甲咱讲一下恁的感想无？啊，你看你有啥物感想？因为我知影你有开50块啦，你敢有过头？有诶，有吼，50块开了 OK。我看无，对，有好看无？有诶，10分到100分拍几分？90，哦，安尼感谢。我较早出去外国的时阵吼，捌看到外国有咧生一款悬丝藕，就觉得很有趣啦，做新式的。啊，我毋知影讲伫咱遮竟然遮尔啊高的黄老师啦，希望讲即个悬丝藕即个物件吼，以后会当来收钱吼，大家买票来甲看安尼，做成咱较早咧看歌戏的感觉。
给那个关心对，谢谢，谢谢姐姐。阿庞班长好。哦，你好。你过来，我最近那团来拢一搞一年安尼，嘿啦。越南好。哦，是。安尼就好吼。莫名其妙。后盖看到你唔通安尼哦。觉得你们很厉害啦，一天就能做成这样，而且我也看到剧组很用心，那个布景都有依照这边的场景在做。因为我是在这边上班啊，是这几天有看到大家在这边忙进忙出。多谢。谢谢。艺人对这方面的推广加分加有够多。虽然我看是无及格啦，但是对一天咧会当安尼演出，我可能甲拍90分。对啊，继续做落就是感觉我都甲你讲过，永远欠一个角色。西瓜甜不甜？甜。应酬的时阵到啊。要来开票啊！为倒一个开始？你想要对倒一个开始？50分到100分嘛。你拍开啊？无啦。来，60分。嘛无诶，70分应该不哩济。 70分至80分。我感觉两张好唔好？好来。我感觉不止。啊，你无信心哦？我无信心，我感觉可能去做。我感觉5个。哈，有。我家己拍，我会拍70分。来，看卖一个。1、2、3。啊。一张。是啥？什么人啦？我来看卖有啥名。不要紧，我啦。我无紧啦咧。多谢啦，70分嘛是最好的啦。70分袂歹。来，80分你开。好来，80分应该足济，大部分拢是80分。来哦，来80分。哦，足济。哇，对啦。不哩啊济哦。不哩啊济哦。来几张？来1、2、3、4、5、6、7。 80分8张，好，谢谢，感恩，感谢。来，糖果90分，你来开啊！90分，这我感觉就90分应该不哩啊济我去。哇！来。1、2、3、4、5。14张90分。感恩，上尾一个来，互你。我买啊100分。100分呢。哎呦！哇！100分呢。大家就来甲咱帮我洗呢。人就好诶。不是，我感觉因100分是互大学生的，因做了就好。是互嘉义大学的。系啊，真正做了就好诶。1、2、3、4。 33、34、35张，100分，来甲小可算者。落加的了后，94.31分，算足悬的呢，真悬呢。若搁差一点嘛，就45就100分啊嘞。系啊，因为这那45嘛无100分，这42是90分。 早知我就无爱讲出来啊！40是90分诶。好，后壁迄个扛棒来咯，甲撒过来。来哦，1、2、3，来哦，1、2、3、4、5、9个哈 ，yes， 完成。 94.3，哎，看遮。来这几工、这几届的时阵，我有无同款的想法。我会感觉讲吼，迄有的是无人去甲杀，去帮助伊、赞助伊，互伊有一个好的舞台、好的剧本。若是有法度甲迄落剧本，还是甲舞台做甲好，甲搁较新、搁较少年，我相信会当胜出，就有效果啊，就好笑，嘛是有人会介意伊。 剧情的剧本会好戏。
这个文化唔是传予大家知影尔，嘛是传予我，甲咧人的精神继续传落去安尼。等一下，咱来翕一下相，做一下纪念。对。来，报数，阁有啥物话要讲哈？讲较大声。恭喜恁顺利完成任务，恁即摆表现实在有够赞的啦！嘛感谢各位乡亲甲家己大学学生的支持，才会当予即摆任务遮尔成功。刷落来，头前放即摆卖票的钱，麻烦请视网膜甲遮的钱送予团长，帮助家里人仔的发展，才会报警就送予学校，未来会当阁继续演辑出去。多谢大家，嘛请大家阁再予家己热情的呼声。好，对，应该。好，那安尼刷落来，咱就甲这全部的钱来管予咱的剧团，这真重哦。笑咪咪咖喱红仔团，多谢。答答，四面必答。